到整體咧美金嘅走勢都係比較偏軟嘅，咁都係有啲資金咧都係流翻向一啲高息嘅貨幣嗰度啦，譬如好似英鎊咁啦，都上翻去啲高位。咁其實投資情緒其實而家都係比較活躍嘅暫時，所以見到美元嘅弱勢咧，應該都仲有一段嘅弱勢喺度嘅。咁啊 Ryan 啊，想請教埋啦，嗱呢個禮拜咧，其實咧就冇乜重要嘅經濟數據公布啦，稍為重要嘅數據咧都要去到星期四，都係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啦，同埋個聯邦政府嘅財政嘅收支。另外星期五就會有9月份嘅即係貿易數據啦。嗱咁睇到嗱，學你話齋就真係啦，美元匯價咧其實咧由76嗰啲水位啦，而家落到去咧就喺歐洲市早段75.2嘅水平。其實會唔會話都要試一試穿75先至可能會見到有個比較大嘅支持喺度？其實我相信即係75會即係近期啦，即係喺即係上個月嘅低位都係大概係75呢啲位置咧，就反彈上去早段嘅高位接近77嗰啲位。咁其實見到71咧77嗰個高位咧，其實開始見到有啲對美金嚟講咧會有啲沽盤喺度。咁所以今次再嘗試去落去75嘅話咧，其實跌穿嘅機會其實都幾大嘅。咁我哋之前講咧，其實如果今次呢個跌浪咧，應該美金嚟計啦，有機會會去到今年嘅年底。咁其實而家都已經去到11月㗎啦，咁今年年底即係12月到啦，咁其實有機會落翻去低啲，咁有機會去翻74啊，如果再低啲就去翻再之前嘅低位就71，咁暫時睇下75呢個位置會唔會有機會受得到先。咁啊 Ryan 再睇翻啦，喺歐洲方面咧嗱，美國嗰邊冇大數據啊，但係歐洲都仲有幾隻數據會公布㗎，今個禮拜。如果睇翻即係歐洲央行咧，其實已經呢個退市嘅言論已經越嚟越多啦。咁啊呢個喺賓特里謝嗰邊咧就講翻經濟活動改善緊啦，咁啊預計咧即係歐元經濟區喺呢個2010年就會復甦㗎咯。咁啊呢個講法會唔會係比較 aggressive， 即係進取咗少少咧？其實我相信歐央行其實佢嘅講話都係跟住翻近期嘅數據，即係作出一個即係summary，即係做出一個總結。咁其實佢講嘅説話其實你都冇錯，歐洲嗰邊個經濟咧，其實而家係真係一個復甦嘅一個情況。咁其實好多即係分析師咧都認為，其實2010年咧唔單止歐洲，其實好幾個國家嘅經濟咧都應該會企穩，甚至會有一個復甦嘅階段。咁所以其實而家見到 G20啦，即係都係開始諗緊啦，即係幾時會係一個退市嘅措施，即係正式開始啦。咁應該今年之內就應該唔會發生㗎啦。咁但係而家大家就睇緊咧，2010年就係邊一季開始會有一個退市嘅措施。咁而家慢慢咧，各個央行咧都開始有啲言論開始出嚟啦。咁啊唱，即係唔好話唱啦，即係講緊經濟開始有復甦啦。咁其實都係部署定咧之後嗰個退市之後，唔希望個市場有一個太過敏嘅反應，而令到市場有太大嘅波動。咁如果係咧，歐元睇翻而家走勢都喺翻50樓下啦。咁啊嚟緊咧，仲會唔會喺呢個環境底下美元強，歐元再被沽得一陣呢？其實見到近期咧，歐元嘅走勢即係比起其他貨幣嚟講咧，即係短期嘅走勢就唔係話真係太強嘅。咁喺今朝啦，即係今日啦，其實穿咗1.49之後，而家都嘗試向1.50嘅呢個方向行。咁其實上面有個比較大啲嘅阻力位就喺1.5050呢個位。咁其實如果上到1.5050嘅話咧，我相信短期對歐羅嚟講都會有高壓。咁但係去到今年年底嘅話咧，如果假設歐羅都上唔到1.51樓上嘅話咧，我相信1.50會係今年嘅高位，甚至可能會喺呢啲位置會有一個比較大少少嘅一個調整啦。咁另外 Ryan 啊，梗係除咗歐元之後咧，即係一定要請教埋隻鎊咧，因為嗱隻鎊咧相當之強勢啊。咁啊雖然咧，即係其實以非美嚟講啦，英國經濟咧係比較上最跑輸即係區內嘅市場表現。咁但係咧嗱呢隻英鎊真係相當神奇啊！咁啊今日咧再衝上1.67嘅水平。嗱如果做一個即係中短線嘅買賣嚟講咧，其實應該點樣部署咧？而家其實英鎊即係近期嘅消息咧，可以講係即係壞消息多過好消息嘅。咁但係你見到每一次即係出壞消息嘅時候咧，英鎊就即係逆市上升。咁其實見到近呢幾日啦，或者上個禮拜成個禮拜整體嚟講咧，鎊都係連續即係升咗好幾日㗎啦。甚至有啲比較關鍵啲嘅位置咧，啱啱喺呢個歐洲市開市嘅初段咧，已經升穿咗㗎啦。1.6750呢個比較大嘅關口位就啱啱喺上個鐘頭就升咗上去，應該就1.676幾啦、7幾呢啲位置。咁按住呢個技術分析嚟計咧，即係升穿咗呢啲大嘅阻力位嘅話咧，有機會會再上試1.7幾啲位置。
咁而家磅暫時都係向上嘅話咧，即係而家基本面好似唔跟咧，我哋唯有就跟翻技術面嘅走勢啦。咁啊，嗱，再想睇下啦，即係喺翻一啲商品貨幣啦，咁啊澳洲啦，嗱澳洲咧就央行上週就已經係講過啦，話經濟嘅即係增長速度咧就預期比佢理想啦，咁啊利率咧亦都即係會逐步提高嘅，咁其實即係澳洲亦都係最初加入呢個加息嘅週期，咁如果睇翻呢一個即係言論啊，再睇埋澳元嘅走勢咧，會唔會係即係個後市你點睇咧？其實澳洲指就即係上次佢議息之後咁有啲言論出咗嚟，好似比較悲觀啲啦。咁但係其實見到市場消化咗之後，其實即係都係大家認為澳洲嘅經濟都係向好。咁加上其實見到近期金價啦，都係真係逐步上升啦，升到而家1100蚊美金一盎司。咁其實金價升嘅多多少少都對澳紙會有個支持。咁其實澳洲紙嘅阻力咧，其實就好近㗎啦，93美仙。而家現價已經係好接近93美仙嘅。咁我相信澳紙有機會會升穿93美仙嘅機會真係好大。目標啦，其實95美仙咧，今個月之內都會有機會到一到嘅。咁啊 Ryan 梗係要請教埋你金價啦。嗱，金價咧，我記得咧即係一個月之前咧，大約咧同你傾開咧，都係大約個目標價係1100啦。嗱，咁啊破埋咯，而家做緊1106.75美元一盎司啦。嗱，金價嚟緊，譬如話短期方面咧，你覺得再可以嘗試啲咩位咧？其實上個禮拜即係大家都有睇到金價嘅時候，即係我估計其實當時我認為金價應該升得咁急咧，應該有機會會喘定，會做一個橫行啦。咁但係喺今日開市之後，其實見到金價其實都仲有上升嘅動力喺度嘅話咧，咁有機會會再上高啲。咁其實上面都冇乜參考價，冇乜位可以參考高前低。咁其實即係我相信出邊都會揾翻一啲比較大啲嘅心理關口，譬如1150或者1200呢啲水位啦。咁而家見到佢升到上去，企得穩喺1100嘅話咧，咁我相信出邊比較大啲嘅阻力位會喺1150附近。咁啊 Ryan，如果即係金價咧，可能好多人嘅心態就嚟買當頭升啦，冇錯嚟啊！而家當頭升俾你睇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背後仲有啲咩風險因素，大家要留意嘅金價升幅嘅咧？其實金價都要睇翻美元指數啦，即係其實呢兩個產品又或者美元指數同金價嗰個走勢，其實真係見到近期都係一個比較密切嘅關係，一邊升咧，另外一邊跌。咁只要真係睇下美金啦，幾時會有啲言論開始會講加息咧，咁其實都會有機會令到啲金價咧會由高位回翻低啲，回流翻去美金，譬如好似長債啊、美國嘅債券市場上面。咁暫時而家見到美國嗰邊就未有言論話會加息嘅，咁但係好有機會喺3個月至到6個月之內咧會有依類型嘅言論出嚟咧，咁短期咧有機會對金價咧由高位回落翻。咁因為始終金價而家屬於真係歷史嘅高位啦，只要有稍微有一啲風吹草動或者有啲比較敏感啲嘅言論